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體育頻道。想到最嘅體育資訊呢，記得訂閱頻道啦。喂，大家好。咁就我哋要講嘅呢場波嘅呢，真係睇到人又傾又無奈，就係波里姆富主場對曼聯，結果係2-2。但係成場波嘅焦點完全唔係啲入球，而係球證。點解？因為有2個四碼判斷，但係個標準呢就好似一式一樣。嗰度成件事好似睇戲咁，邊個啱邊個錯，真係好難講。好，我哋就即刻入正題啦。今場波嘅結果究竟係球員踢出嚟，定係球證吹出嚟㗎呢？曼聯胡啦啦唔見咗2分，究竟係佢哋自己踢得冇好，定係球證嘅判決真係左右咗成場比賽呢？呢個問題我哋一齊揾翻答案。嗱，要明白點解呢場波會搞成咁，我哋首先要時光倒流少少。睇下開波之前兩隊究竟係咩環境。當時嘅曼聯可以話係氣勢洶洶，為咗個歐聯位每一分都係接到寶咁。但係你唔好以為波利姆夫係遇冷杯隊，佢哋已經10場不敗，仲要係自己地頭，點會咁易俾你過關得？咦，有樣嘢幾得意噶，就係兩隊教練諗嘅嘢，竟然生一夜都係排出個4-2-3-1陣式。哇！呢個就係所謂嘅勁將對貼啦。咁踢法即係話中場肯定係兵家兵精之地，每個位都係硬碰硬，真係有得打。結果呢，下半場啦就真係踢到好膠咗，兩邊都好似唔敢攻咁，踢得好小心，機會都冇乜，悶悶地0-0完場。但你千祈唔好俾呢個半場哀救啊，因為呢份平靜根本就係為下半場長大龍鳳做鋪墊，真係高你唔到噃，基本會緊瀉。好，下半場翻嚟，哇！成件事180度轉變。如果係上半場先前賽，咁下半場先係真正嘅主賽上場。你睇下個時間線，個節奏快到呢，61分鐘，波奴及12碼，曼聯領先，以為穩啦，點知6分鐘後，對面基斯迪就追翻平，跟住再過4分鐘，哇！一個烏龍波，曼聯又領先翻，但係四碌未暈噶。去到81分鐘，又嚟一個12碼，最後2-2。你計下，短短20分鐘，個比送變玩右邊，真係睇到生都嚟一嚟，切幾個做過3次啊。OK， 係喐嚟啦。我哋而家就嚟到成件事嘅核心，就係嗰2個12碼。點解話係核心？因為個標準真係完全唔同，搞到全城鬧爆，呢個先係重點。第一個爭議位發生喺曼聯領先近1-0嗰邊時候。你睇下，迪亞路喺禁區裏面被人哋嘅刀花特聖件衫扯住，扯到跌低，咁都唔吹，球證冇反應。最離譜係連 VAR 房都好似接替去做食下午茶就處咁，完全冇3次。曼聯班球員更是鬧到爆啦，仲要衰在呢球柱之後，轉個頭就俾邦尼某夫打反擊追平，你話激唔激刺？細後卡維激都忍唔住啦，佢接開炮話：我真係唔明點解一個吹一個唔吹，呢件事太瘋啦！你聽下佢個語氣就知佢哋覺得今場個判決有幾咁冇公平，幾咁雙重標準。好，我哋擺埋一齊睇，左邊迪亞路俾人拉生冇12碼，右邊麥加也拉人有12碼有紅牌。吓，2條都係拉人啫，點解個判決可以差咁遠？呢個就係今場波最多人鬧、最多人唔明嘅地方。呢個判決就直接引致咗比賽最後嘅轉捩點，而主角就係啱啱先入返英格蘭國家隊嘅麥加也。時間去到7-8分鐘，場網好緊張。麥加也係最後一個防守球員，喺禁區裏面一拉就拉跌咗人哋個前鋒伊雲尼森。朝正真係一言都冇走，手指一指12碼點，跟住紅牌一領出嚟。哇！呢個紅牌加12碼嘅套餐，基本上就係宣判咗曼聯嘅死刑，成場波嘅形勢即刻扭轉晒。馬加日事後自己都要喺社交媒體出聲，佢話個判決太軟，即係覺得球證太易吹。但係佢覺得最重嘅一句係點解2個差唔多嘅犯規，結果會差更遠？唉，你聽到佢呢種無奈，相信好多傳媒都明佢感受，真係有冤無路訴。你睇下，有啲未睇晒後比分，麥加也得幾多分？2分咋？10分搵分揼2分，你可想而知佢呢次犯規嘅代價有幾大。呢個分數真係赤裸裸警下俾你聽，佢經場波有幾災難性，可能係佢成個球季最克制嘅一刻。
好啦，睇完詳情下，我哋冷靜啲，翻嚟睇翻啲數據，分析一下呢場荷波對之後有乜嘢影響。我哋睇翻啲數據呢，其實你會發現兩隊真係剔到叮當碼頭。例如一個叫與 Q 一球，即係 XG 嘅數據，你當佢係計下你創造嘅機會有幾英勇啦。波利莫夫係1.80，曼聯1.77，基本上係一樣。呢啲數值話俾我哋知咩？就係呢場波根本就係互冇波，邊個贏都可以合理。所以一個有爭議嘅判決就真係可以一手改變晒個結局。咁樣胡嗱嗱互見2分呢，對曼聯嚟講，佢代價真係好大。家陣爭是爭到頭崩額裂，1分都隨時影響生命。呢場效果可以話係為佢哋爭下屆歐聯資格條路，自己鋪咗海上膠皮，隨時會閃底。最後，我想留低個問題俾大家審下。我哋引用 VAR 原意係想公平啲，但你如果就政治上嚟一時一樣扯到唔同，反而搞到球證嘅爭議仲多過以前。咁樣落去，會唔會影響到成個英超爭4甚至爭冠軍嘅結果？今場波嘅爭議可能正係冰山一角。你哋又點睇呢件事？多謝大家。